喺美國突發即係可能我哋講緊傳媒啊、同貿易啊、有關嘢啦，亦都會出一啲關於高地嘅展覽，我哋見到呢一個天王星嘅睇到3度嘅天突嗰條線嘅。咁亦都預示到其實喺未來一年突然間發生緊啦。喺美國某一啲媒體，佢哋都出現過翻啲公司話突然間執笠啊，突然間冇得做啊，咁呢樣嘢就係唔清楚，唔識講講啦。咁當然亦都因為都係呢一種嘅好極端嘅狀況啊，呢一種每一日喺新聞好似喺過山坐過山嘅狀況咧，其實內容都會繼續，因為正正係天王星亦都係同呢一個天底頂先得，即係950蚊先得，亦都係有相關嘅。咁所以應該係會對美國嘅國家形象啊，各方面嘅國家影響。咁當然因為美國其實同樣喺呢一個10宮，咁應該係形成一個即係對立嘅相位。咁所以我都預期就係話美國嘅國策，或者美國所謂針對美國嘅政策咧，一定會係對美國係一個富衝突性、對抗性嘅影響。咁其實你見到我講係大部分國家80%都係同盟咁。咁當然如果你講到我應該係講到一啲情緒有關啦，國民之間嘅情緒。咁所以亦都可以反映到就係話，其實美國國內而家美國獨州嘅人面對住特朗普而家上任，一個經濟我哋其實都唔係一個幾你覺得我係講到同吉星有關嘅木星喺呢度，大家知道木星係一個好嘅一個為國家中國嘅術數嘅一個講法。咁其實要去到嘅話咧，差唔多要去到慢慢為我後尾睇翻就係話木星咧喺6月中之後就會去到呢一個巨蟹座。咁換句嚟講就係話巨蟹座遇到木星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好嘅可能美國經濟咧會較為好轉少少。咁但係個你見到如果你運用係咁多嘅話咧，整體成個趨勢係一個實際嘅方法，就係經濟方面當然係大到改革啦，整體啲嘢冇，就揾啲嘢改啊，揾啲嘢開刀啊，揾啲嘢要咗喐啦咁。咁所以就係講到揾一個有呢一個